唔好意思，由於系統信號故障嘅問題啦，收音收得唔係好清楚，或者由我幕後代唱先啦。耶穌唔係聖誕出世，你哋被人呃咗。12月百里行路動啲牧羊人唔會咁蠢，去曠野放羊露宿，感動甜羊露宿。天使叫佢哋去馬槽探耶穌。假基督徒吸納異教徒，像太陽神生日，當係耶穌誕生節日，然後大肆慶祝，交換禮物當習俗，交換禮物當習俗。耶穌唔係12月25號生日。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你哋唔使留言鬧我啊嘛？由於系統信號恢復正常啦，或者播翻頭先錄影嘅片段俾大家睇下啦。耶穌唔係12月25號生日。